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来到了这里，它是夜市，但是如果白天来的时候，可不是你所看的平常夜市的样子。这就是很多时候人生有那适当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他总是爱我们，他要我们的生命有那个时间性。在诗人当中常讲一句话：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使日子可以加多加长。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我们可以增加一天的寿命哦。应该是这样说：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把握人生，也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加减乘除，增加那个我们紧紧跟随上帝，和使我们可以把握住那个时机。那么我们就好像时间比别人家多咯。减呢，当然就像如果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可能不是神要你做的，你可能一天到晚拿着皮箱到处晃，但你却不能得到什么。或者是你白天在夜市逛，可能找不到你要的东西。乘除呢，我们改天再说。所以我们好不好今天来分享，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把握住那个家呢？是音乐牧师就是曾经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要掌握时机，但这些已经过去了。神要我们往前看，从今以后我要更知道什么是神的时机，什么是神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感谢一件事，就是今天神让我把握住什么时机呢？带到一件事，就是总是在很多的时候不经意，我们的时机跟时间就错过了呢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敬畏神是如此的使生命精彩的故事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